台南大碗爸伫过年期间推出限量500袋的新春福袋，要来发送给民众。每一袋拢有奖，上大奖的有5万块的礼券、iPhone 14、气炸锅等侪好礼。那今年台南大圆百福袋，我们将采取现场排队的方式来贩售。那我们在大年初一的早上9点半，在1楼的大门口开始发放号码牌。那民众呢可以凭着这号码牌，以1000元购买一份福袋。我们福袋限量500份。那今年的福袋可说是物超所值。除了奖品以外，也阁有侪餐厅的餐券，每一袋价值超过1000块。另外，大碗爸也甲罗里门天后宫等7间公庙合作，伫初1到初6期间，到大碗爸消费满额，就会当兑换7庙天官4号吉祥物，每一天是限量100份。入我们天后宫也准备了一些小小的礼物，在新春过年期间呢，赠送给来这边的那个所有的朋友所有的善信对妈祖信仰的那个善信。今年的整个疫情状况应该是趋缓了所以民众今年已经恢复了整个买气。我们在看到说，现在平常跟假日都有多达成长了大概2位数以上的一个业绩的表现，反映在我们的人潮上面出来。那我相信今年的春节对我们来说会是相当丰盛的一年。知名运动品牌也趁着年节期间举办特别会，为衫到鞋仔全部拢是5折，业者保证拢是当季的商品。另外来到地下街有侪年节礼盒，过年送礼唔知影要送啥物，拢会当来吃景。欢迎大家把握着机会来大碗爸抢好康。台南新闻杨春华采访报道。